今日係善牧主日，教會希望藉住呢個節日向年輕人呼籲跟隨善牧基督，照顧佢嘅羊群。有啲人話今日潮流文化都唔講羊噶啦，因為大都市裏邊嘅人都未見過羊。你講牧人一個咁樣嘅形象，可能今日啲年輕人唔懂你講乜一個咁樣嘅講法佢哋會認為潮流文化呢就要夠快要接觸面廣，要有無限度嘅自由等等咁你先至叫做潮流文化。你要講嘅嘢要切合呢啲年輕人先至聽得入耳。咁我就諗，如果係要跟呢啲潮流文化呢，咁的確同我哋傳統嘅聖召善牧嘅聖召呢好難配合。我哋聖召好喜歡講要穩定，要持久，要忠信。而家啲潮流文化成日都轉嘅，點樣可以要求佢哋接受一個咁樣嘅聖召？所以我覺得講善牧嘅聖召呢，都係要翻去聖經，翻去聖經睇下耶穌基督俾到乜嘢個榜樣我。始終我哋聽聖經聽得多，雖然眼見冇乜機會見到羊，但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聽聖經講耶穌係善牧，耶穌照顧羊群等等，我哋都相當熟悉，不至於完全係陌生所以今日我都會翻去聖經裏邊，係耶穌召喚我哋來跟隨我，我要使你成為漁人的漁夫。今日嘅福音裏邊，耶穌最後嘅一句話就係呢個善牧講，我嚟係為使佢哋得到生命，得到更豐富嘅生命善牧呢個聖召能夠豐富別人嘅生命所以今日我就用呢個嚟做主題，令大家反省下。門徒跟隨耶穌基督呢個善牧，最初呢係個個都有自己隱藏嘅理由，個個都唔一樣有啲就想跟隨耶穌打走羅馬人，有啲諗住跟住耶穌能夠坐喺耶穌嘅左右邊好風光。佢跟隨耶穌嘅時候就慢慢發覺一樣嘢，耶穌去到邊度呢都係群情洶湧，好多人。作為耶穌基督嘅門徒係好有面子嘅好爽。當耶穌派佢哋出去傳福音嗰陣呢，耶穌又俾佢能力，又可以行奇蹟，又驅魔。起碼佢哋翻嚟報告嘅時候呢，係講得好興奮，哇！魔鬼都因為我哋嘅緣故走咗幾開心。我又想到耶穌行奇蹟嘅時候呢，除咗佢哋自己親身經歷到耶穌行奇蹟，甚至佢哋參與奇蹟嘅一部分。比方，如果你哋想象耶穌5餅2魚嘅奇蹟係叫啲門徒去派，如果我係嗰個門徒一邊派一邊哇，籃裏邊嗰啲麵餅冇少到，係好震撼噶你可以想象係唔係即係話哇，原來跟隨耶穌善牧咁開心咁興奮噶但係呢，耶穌所講豐富嘅生命唔係指呢啲，因為當苦難一嚟到呢，成班雞飛狗走晒，即係冇辦法接受挫折。跟隨耶穌基督善牧呢，係應該好似耶穌基督一樣，要經歷咗基督嘅苦難同復活佢哋先至懂得乜嘢叫做豐富嘅生命所以今日我哋好好反省下，用幾篇讀經去反省，作為善牧點樣豐富自己同別人嘅生命呢？好，第一篇讀經嚟自宗徒大事錄。五旬節日伯多祿宣講宣講嘅時候你會發現佢哋嘅宣講同佢哋早期耶穌派佢哋出去宣講係好唔同個內容早期耶穌派佢哋出去宣講呢，就係話天國臨近啦，你哋悔改順從福音。早期冇其他嘅嘢講，因為呢耶穌未死嘛，未復活嘛，佢冇可能最初出去宣講嘅時候係講耶穌基督嘅苦難同復活噶嘛，冇可能但係五旬節後經歷咗耶穌基督嘅苦難同復活就好唔同。佢哋
正如我所講，佢哋最初傳啲乜嘢嘢啊？好簡單㗎咋，耶穌基督降生，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天父使佢從死者中復活，我哋就係復活嘅見證人。聖神佢哋派遣聖神嚟豐富別人嘅生命，所以宗徒而家宣講嘅就係呢啲。所以今日伯多祿宣講呢，集中喺呢度，係講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死咗，佢復活咗，佢派聖神嚟賞賜啲恩惠俾我哋，所以悔改接受洗禮啦，能夠有咗聖神嘅恩寵喺你身上。呢個係伯多祿五旬節日嘅宣講，當日有3000人領洗啊！聽完之後好開心，你可以話伯多祿嘅宣講豐富咗佢哋嘅生命。所以作為一個牧人，因為你所宣講嘅內容，人哋接受咗耶穌基督嘅話，你係豐富咗別人嘅生命，好清楚嘅呢一點啊！第二篇讀經嚟自伯多祿前書，伯多祿係對小亞細亞嗰度嗰啲新教友去勉勵佢哋，因為佢哋受緊迫害吓，所以伯多祿就係話：你哋行善而受苦呢，係一件忠悅天主嘅行為。當你哋做好事，即係傳福音好，做咩好？你做好事，但係結果呢，就係受到人哋迫害嘅話，呢啲係忠悅天主嘅行為。暗示啲乜嘢嘢呢？即使你喺苦難裏邊，天主會離你好近，你會接受天主嘅祝福，有一個咁樣嘅後邊，顯示出苦難能夠帶嚟救贖嘅效果嘅，呢個係忠悅天主嘅行為嘅。所以慢慢讓人哋睇到，信耶穌基督唔一定代表事事順利噶。有時有苦難，正係通過苦難，你成為忠悅天主嘅行為。天主因為呢啲嘢而祝福你。所以我哋慢慢見得到，宣講伯多祿所講嘅嘢呢，係讓人哋知道，有時我哋生活上嘅困苦，能夠有一種救贖嘅意義，能夠豐富自己嘅生命，亦都能夠豐富別人嘅生命。我用一個近代嘅例子去講呢啲吓，大家記唔記得疫情嘅時候，有一啲好勇敢嘅醫護人員堅守崗位，最後犧牲咗自己嘅生命。我哋都記得吓，幾年之前有呢啲嘢發生咗，佢哋嘅犧牲係使到我哋所有香港人都尊敬。佢如果唔係呢啲嘢，冇人咁尊敬佢哋。正係呢啲，佢犧牲咗自己，成為真係豐富咗佢哋嘅生命。唔單止係咁，佢哋嘅表揚亦都豐富其他人嘅生命，使到其他醫護人員好似佢哋一樣堅守自己嘅崗位，好難得噶。即係話有時苦難就係咁吓，忠悅天主嘅行為，豐富自己嘅生命，亦都豐富別人嘅生命。好，第三篇讀經嚟自若望福音，耶穌今日講善牧吓。有人話耶穌大概做過牧童，佢好懂牧羊人嘅一啲習慣吓，所以佢講一啲比方，佢話呢個牧人帶啲羊出去呢，我哋一般嘅想象就係羊喺度自己行，牧人喺後邊跟住佢哋睇住佢哋。呢度唔係咁樣講，就話呢個牧人行喺羊嘅前面，佢帶住羊去行。點解咁呢？通常係羊點解要帶羊出去呢？就係搵草場，搵嘢俾佢食，然後搵水源。逢係喺羊站附近嗰啲草，早就俾羊食清光啦，冇噶啦。所以牧人係要帶佢哋去一啲比較遠嘅地方，又有水又有草原嘅地方，所以佢要先行，然後呢啲羊跟住佢咁樣啊，佢帶領住羊群咁樣去，使到佢哋能夠有嘢食，又有水飲。呢個係牧人所做。所以若望福音所講嘅牧人咧，做到呢一點吓。然後佢又話佢係羊嘅門，好有意思嘅。耶穌係羊嘅門吓，你一定要通過佢先至可以出入呢個羊宅。耶穌就係呢對門。有人就話
善牧嘅講法呢係喺第10章，但喺第9章呢，耶穌治好胎生瞎子。胎生瞎子因為耶穌辯護，就俾啲當權嘅人趕出去，趕出聖殿吓。嗱，趕出聖殿呢，大概係喺羊門嗰度趕佢出去。聖殿一對門叫做羊門，趕佢出去。呢度呢個人離開咗聖殿嘅羊門，耶穌迎接佢入到去呢對另外一個羊嘅門，入到去真正嘅教會嘅羊棧裏邊。因為佢接受耶穌基督啊嘛，俯伏朝拜耶穌基督。呢個人係被趕出去，但係耶穌基督作為羊嘅門，歡迎呢個人真真正正入到羊棧裏邊，豐富咗佢嘅生命。反而嗰啲當權嘅人留喺嗰度，乜都得唔到嗱。所以有一個咁樣嘅意思喺度啊，先至係豐富別人嘅生命。好，我反省善牧嘅聖召，豐富自己嘅生命，亦都豐富別人嘅生命吓。我用自己嘅經驗去講吓，唔係個個一開始跟隨聖召呢，都有一個好完整嘅、好完美嘅理想嘅，係慢慢你先至形成嘅吓。我記得我入修會嗰年呢，有12個人同我一齊，2個過咗2個星期就走咗噶啦，仲有呢一啲就做完大避靜30日嘅大避靜呢，又走咗一批，到最後發現呢，12個人裏邊得5個嘅啫，5個裏邊到今日仍然貫徹始終呢，得返3個嘅啫，所以你會見到好多種種原因離開咗。所以即係話唔係個個一開始就有一個好正確嘅、好完整嘅聖召嘅想法嘅，係慢慢好多嘢讓你慢慢澄清。所以我反省嘅時候呢，我就會反省得到善牧嘅聖召點樣豐富我嘅生命啊！我記得如果我唔係入咗耶穌會呢，我就會去咗邊呢？我係同當時嘅同學仔一齊去報讀香港大學嘅經濟系。如果我冇入到耶穌會呢，我就會跟佢哋讀呢樣嘢。我啲同學呢，後來畢咗業呢，就喺銀行做，成為好出色嘅銀行家吓。好可能我會類似佢哋係咁。如果我冇入耶穌會嘅話，咁我慶幸我入咗吓，否則呢我就會話：哇！呢種銀行嘅工作成日對住啲數字悶死我噶。我冇呢啲咁樣嘅召叫啊！我覺得呢咁黑板嘅嘢咧悶死我，反而善牧嘅工作係多姿多彩得多，所以我唔係嗰種性格吓，唔啱我噶，所以好感恩嘅呢一點。第二點，我自己豐富自己嘅生命咧，我就會係咁樣講啊。聖召牧者嘅聖召幫助我能夠深入地認識耶穌基督，呢個係我最感恩。否則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喺銀行做嘅，我唔會睇咁多聖經，我唔會咁認識耶穌基督，我唔會對聖經咁有興趣。呢個係好肯定我自己吓，係因為入咗耶穌會，我先至有咁多機會去睇聖經接觸耶穌基督。我入咗耶穌會60年吓，有一樣嘢我唔會抌嘅。樣嘢都我覺得冇需要噶啦，過咗唔需要嘅，好多時抌咗佢算啦。有一樣嘢我冇抌咧，就係我60年嚟嘅靈修嘅筆記，即係我好中意聽人講一啲靈修嘅講座啊、避靜，我每一次都寫好多嘢，我一路儲咗60年，唔係點解咁多嘢講啊？所以成日都要儲，你儲好多你先有嘢講啊！呢個係我唔抌嘅，我可以揾翻我初學時候我個導師點樣同我講道理，我可以揾得翻佢同我講過啲乜嘢嘢，呢啲嘢都係幫助我認識耶穌基督，所以我自己好感恩呢一點吓，因為喺呢個聖召裏邊，我先能夠深入地認識我嘅主耶穌基督。另外一點我好感恩嘅就係，正如聖經所講啊，我認識我嘅羊，我嘅羊也認識我。本來耶穌講嘅呢句話吓，咁我用喺自己嘅身上就係話，
我嘅認識我嘅羊。我喺 Ritchie Hall 45年，冇轉到45年我都喺呢一度。即係話我同呢度嘅聖堂嘅教友，同香港大學嘅天主教嘅同學咧，有好長好長嘅，你可以話交往認識佢哋40幾年。我可以話我哋為佢哋3代服務。點解呢？年輕嗰代佢哋嘅父母都係我領洗，我主持喪禮，然後佢哋嘅下一代，佢哋嘅子女又係我領洗，甚至主持婚禮添。我為佢哋服務3代我就話俾你聽咧，好開心噶。呢樣嘢係我認識我嘅羊，幾十年認識呢啲羊咧，你哋係我最好嘅朋友。我記得每一次咳咧，都唔知幾多人送嘢俾我，即係幫助我止咳咁等等好多樣嘢。咁呢啲就係我嘅羊認識我好感恩嘅呢啲好似好少嘅嘢，但係就顯示出我嘅羊也認識我。同羊之間有一份好親切嘅關係我好感恩你哋好少批評我噶好感恩呢啲係唔係可以做得，人人都做得到，所以我成日都懷住咁嘅心，感謝天主俾我咁好嘅羊群。最後呢，我用一個古仔去結束沙漠教父呢有一個咁樣嘅故事，就話一個年輕嘅會士就問一個年老嘅喺沙漠做隱修士嘅沙漠教父嘅古仔，佢就問啦：點解咁多人入嚟我哋嘅修院，有咁多人走咗㗎？你作為年老嘅隱修士，點解你可以喺呢度咁耐啊？呢個老人家咧，用一個古仔，用一個比喻去講我哋修道人咧，就好似一班狗追住一隻野兔。你知啦，啲狗咧一犬吠形就百犬吠聲成班狗就追住佢，其實乜都睇唔到嘅，不過前面啲狗喺度吠，佢又跟住喺度吠嘅。咁佢就講啦，除咗喺前面嗰幾隻眼望到嗰隻野兔嘅呢，嗰啲先至會跑，先至繼續跑落去。嗰啲得個吠字呢，跑下跑下就唔再跑。所以佢就話：點解有啲人唔跟住你隻眼唔係放喺耶穌基督身上嘅話，走下走下你就冇氣，你就唔會走落去。所以今日既然係善牧主日，都希望大家為聖召祈禱啦，為新嘅聖召啦，為已有嘅聖召都要為佢哋祈禱，得到你哋嘅支持。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